2017年去互中国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的李明德，今年4月期满回来到台湾，隔离结束了后，今仔日合约牵手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感谢过去这5冬来国内外对因的关心甲帮助。 记者会一开始就先感谢各界伫这5冬来的帮赞。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，2017年互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冬，今年刑期结束回来台湾，隔离结束了后，甲伊的牵手李静茹召开记者会，伊讲真感谢李静茹四界走找国内外的救援，才会使互伊安全回来台湾。隔离的这段日子里，重新用不同的角度认识这过去5年的日子是如何被妻子营救。 被国人关心，我后来也就配合中国政府的审讯，依照他们的要求，完成颠覆政府的笔录与供词。这些的证词都是无意义的，因为那场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。我被绑架后的一切所作所为，都只是为了回家。李静茹表示，伊过去唔敢受过会使有这工，伊特别感谢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。伊表示，这段期间是施明德的指导，伊才会当伫坚守李明德甲台湾尊严的状况之下，无路能展开公开救援行动。他告诉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有2条路：全面妥协，然后卑微的、私下的与中国交换条件；第二个是坚持原则。 用有尊严的方法公开与中国抗争，救援行动越公开，受难者越安全。因为压迫者只敢私下凌虐。李明哲讲，伫坐监的时，因为家甲政权的态度转变，往间谍罪方向来问案等等作为，互伊感受到外界当咧对伊展开救援行动。即马总算转来家乡台湾，未来敢若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